嗱，第一樣嘢咧，有個步驟指南嘅，我睇下縮細啲，你哋會唔會易睇啲啦？咁樣唔知會唔會易睇啲 ？OK，尤其是你電話。OK，第一樣嘢咧，步驟指南咧就講晒每一部分應該點樣樣。呢度借俾你知道第一啦，譬如 Shopify 開始啦，跟住點樣去做嘅。OK，你個目標一開始預算係大概幾多？然後你成個路線圖，第一你要揾咗你嘅利基市場，利基市場我哋英文叫利基啦，亦中文叫利基啦，英文叫 niche 啦。OK， 之後咧就係建立你嘅網站啦，之後就準備你嘅庫存，然後你就可以引流啦。記住跟住呢步驟，一開始咧我會建議好多同學睇晒所有嘢先嘅，呢個係我嘅建議。我會俾好多人都有一個 analogy，就係話我去到海洋公園，你想有藍圖定係冇藍圖咧？可能你會打開個地圖啊，哇好多嘢玩喎，係好多嘢玩啊，咁變咗你可能唔知玩邊樣嘢先。你要記住，可能有啲咁嘅感覺嘅，得唔得？OK， 咁所以就等陣下，有人問緊嘢。好啦，咁就變咗咧，你哋可以一係跟住每個 video 你就做啦，即係你睇完利基市場，你睇完產品你就做產品先啦，或者你有晒個藍圖，即係你知道階段1、2、3、4係啲乜啦。咁我建議大家睇一睇先嘅，因為你個概念好重要。之後啦，你階段1係要做啲咩咧？其實俾晒你㗎，第1、2日要做啲咩啦，3、4日要做啲咩啦，第5至7要做啲咩，每一日都俾晒你哋㗎啦。有幾多人係覺得呢樣嘢有用，亦都一路都想要嘅？可唔可以俾個星星啊、獎啊 whatever？ 咁我想知，如果我就計唔做㗎啦，呢啲係全部都額外啊，因為我係因你哋然後不停每個星期 update 一啲內容啊或者啲 course 嘅。咁你哋覺得有用，或者之前可能有啲人話好多方向啊，唔知點樣開始啊，咁可能好多都未必知有呢個文件啫。其實幾多日全部抌晒出嚟啦，跟住寫咗明啦，第2個星期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咧速度性嘅話咧，第1個星期已經搞掂晒你嘅基礎。跟住第2個星期啦，就係點樣可以設立你嘅網站啦？用 Shopify 邊個 theme 啦 ？OK， 用 Canva 啦，好多同學都係問翻同一啲問題啦。我點樣可以設計我個 logo 啊？咁樣其實呢度寫咗噶啦，用 Canva。如果真係再唔識嘅，我可以拍條片。但係 Canva 俾咗 software 你哋噶啦。OK，dropshipping 可以用咩啊？嗱，我有條片咧就講 CG dropshipping 啦，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平台嘅，甚至你可以做晒所有功課。記住喺我嘅角度咧，做晒所有功課，再 book 一個 one to one 或者 one on one 咧，你哋嘅成效咧或者得着咧係最大嘅，好過你連試都未試，跟住就問我一紮點樣去做嘅問題。OK， 原因就係你試咗，你會知有啲乜嘢係錯。Sorry 啊，一路有人入緊嚟啊，我唔知而家有幾多人啦，14人啊。OK， 頭先係得10個人啫。OK，sorry，跟住咧就係轉化啦，我哋轉化就係第12至14日啦，教晒你噶，即係你第3至4個星期已經係可以攞緊產品，5至6個星期 ，which is technically 2個月，我一路都係90日啦，但係其實唔使90日嘅，我嘅計劃係想令到你唔使90日，6個星期 ，OK， 已經係可以跑到單翻嚟噶啦，甚至已經係有 feedback。對於呢樣嘢有問題嘅，有冇問題先？呢度打問題 ，OK， 咁記住呢度呢個表格咧。可能一開始有啲同學一路有問題嘅時候咧，我會盡量去更新。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大致上一個方向，有咩唔明嘅可以再喺 Q&A session 問，都冇問題嘅，得唔得 ？OK， 好。咁去到我第2個板塊啦。第2個板塊係咩咧？就係呢度啦，市場研究表格。Just see the message showing up in screen。OK， 有聲嘅喎，係咪有聲啊？大家 OK， 有聲嘅俾個 yes 我得唔得 ？OK， 有聲嘅 OK， 唔係我同自己講嘢嘅 OK， 好啦，跟住咧就係市場嘅模板啦。OK， 市場嘅模板會有啲咩咧？就係教你點樣揾市場定位，亦都係點解我會寫得呢樣嘢最重要咧？後面嗰啲非常之簡單。我可以全部手把手帶住你，前面點解唔可以教死你咧？我雖然有晒所有嘅藍圖，雖然有晒所有 work 嘅產品，但我想你哋自己去揾你中意嘅產品，因為我想你做長遠，因為唔止你做第1個10萬啦，第20萬啦，30萬啦。咁記住啦，指南嘅其中一部分 ，which is 你第1個階段咧，
利基市場啦，就係呢度啦。OK，產品同市場啦。So this is your step one，第一個步驟。咁第一個步驟要做啲咩咧？第一個步驟咧就係要 OK 需要認證啦 ，Google Trends 啦，Keyword Planner 啦。OK，呢啲其實我陣間都會講噶啦。跟住點樣做咧？打落 Google Sheet 啦，我陣間會俾你啦，計分啦，然後你可以要擺幾多時間都寫埋噶啦，揾3個利基市場，5個產品，4至6個鐘，唔該，4至6個鐘意思即係唔掂電話，唔煮飯，唔洗碗，唔搞其他嘢啊！如果你計埋咧，起碼成日㗎啦，真係要擺4至6個鐘，因為呢個係最重要。好多人做錯嘅係呢個位，我會擺好多時間喺度嘅。如果你想我氹好啦，攞呢件產品咧繼續做啦，咁呢個喺我嘅角度咧，我未必 guarantee 到你成功，因為你揀錯產品咧就好大鑊噶啦。OK， 好啦，再嚟啦，大家一定要揀啱你產品。咁好多咧喺影片裏面咧，其實都一路都有嘅 brainstorm 啦，30分鐘啦，其實每個部分1、2、3、4都教晒你。第一，用我腦 brainstorm 啫，唔使搞太多嘢，唔係一嚟就話 Calo Data， 一嚟就 Amazon， 跟住問點樣撳呢個掣，唔使嘅。首先用咗呢個先，你自己興趣同專業都講晒啦，跟住先揾趨勢，跟住先至再去探索一啲競爭嘅平台，得唔得 ？OK， 大概講我又講翻呢個表格。好啦，再嚟啦，就係呢度表格啦，你會見到一個市場評估表格。OK，呢個市場評估表格喺邊咧？喺呢度嘅，一路都有抌出嚟噶啦，得唔得？睇下先啊！呢度市場評估表格咧就喺度，我 expand 出嚟，等陣。有邊個知道有呢個表格㗎？其實打個 yes 得唔得？我想知。有嘅，OK，好，好。其實呢啲全部都抌咗喺個 community 裏面啦，因為發現有啲人喺叫咩啊個 course 裏面揾唔到啦。但係其實一路都有嘅，咁就抽翻出嚟。如果你 course 見唔到，同我講啊，我睇下 check 一 check 係咪我哋 technical error。好，咁呢個表格都抌咗出嚟㗎啦。咁所以第一樣嘢咧，我哋跟住呢度啦，行到呢度啦，其實都教埋你點樣填㗎啦。其實仲有學生問我，喂，我點樣填分啊 click 啦，你有冇睇表格先 ？OK， 真係要逐樣睇啊，講埋點樣計分。OK， 點樣加埋佢？OK，呢啲點樣去做？打晒喺度啦，真係要去睇啊！如果唔係，我只不過係嘥咗大家時間，嘥咗你嘅 one on one，同大家亦都嘥我嘅時間講翻本身呢度裡面有嘅嘢。咁呢度點樣填咧？有幾多人係唔識填呢個表啊？打個 no 啊！識填嘅打 yes，想知啫。我好 open 嘅 no，OK 好，有一個 no， 兩個 no， 越多 no 越好啊！放心，我係好鬼仔嘅，即係唔係好似香港人話你唔 no 就即係你廢，冇嘅。你越係 no， 我越知點樣幫你；越係 yes， 我就唔識幫你嘅。記住，得唔得？好，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首先啦，利基市場啦，即係 niche market 啦，呢度係咩意思咧？即係整體上一個 market，你記住 niche market 係好重要嘅，揀唔啱 market 咧都有4-5個 no 啊，揀唔啱一個 niche market 咧，代表咗你呢個市場冇定位，咁呢個好重要啦。譬如可持續嘅二手時裝，好多人就話我想做時裝，OK，咁時裝仲有啲咩咧？其實可以二手喎，二手除咗就係 sustainable 喎。你見唔見到開始越嚟越細？即係當你呢個分區嘅時候越嚟越細咧，反而你成功機會率越多。你開始可能諗，如果成個香港得50個客，佢哋想要啲咩咧？你會覺得喂唔 make sense。好多人入到嚟 econ 就唉，呢個競爭好大啊，做唔到。係啊，因為你唔識做利基市場啊嘛。你會發現，隻 BB 奶粉都好多啦，即係波鞋都好多啦。咁點解唔係全部人？我相信唔係所有人都淨係着 Nike， 有啲人着 Adidas， 可能有啲着 Hoka， 有啲嘢着 On Running 啦。就係因為佢利基市場，佢個 niche， 佢個 market 係唔同。例如佢呢個 target 係環保千禧，即係 Millennium，OK，sustainable 嘅時代市場
嘅愛好者，所以呢個係佢目標受眾人民，即係話咩啊？你二手，但係如果呢個係50歲嘅，同二手15歲嘅，同二手25歲係咪唔同啊？同意嘅俾個 yes 喎。哇，今日有16人啊，幾好 ，OK。所以呢樣嘢好重要。如果你哋唔明呢件產品，一定要加埋一個專業同埋一個歲數。好簡單，有啲人可能會問我攞做呢啲咁嘅叫咩啊？蒸濕機啊，保濕機。保濕機俾媽咪、俾嬰兒、俾醫生係咪好唔同？呢個就我想俾你一個例子啦，得唔得？如果你呢個保濕機係俾某種嘅專業人士 for work from home 嘅嘢啊，呢度就當然係 AI 健康嘅小工具啦 ，whatever。但我想俾一個 idea 你，即係話你個目標人群，目標人群多數係咩咧？一個專業啦，第二樣嘢係咩咧？一個歲數啦，第三樣嘢咧就係一個場景或者情景，多數係場景，得唔得？咁你就 key 得好實啦。嗱，記住有問題問，如果唔係就嘥咗機會啦，我唔想再重複啦。同埋咧，嚟緊會打晒落 Google Sheet，重複嘅問題我係唔會再特別答。但係如果你哋唔介意咧，我係會錄影，到時再抌翻上嚟嘅，得唔得？好啦，趨勢嘅分數 Google Trend 不嬲都係0至100嘅 ，OK， 好簡單嘅啫。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用到 Google Trend 俾你睇。For example, I don't know. Let's say AI. I don't know. I don't like Hong Kong, but 哇，好多人可能唔識啊。不過我做一次啦。AI, I don't know. Shoes. OK， 你見到啲咩啊？哦，我再加多樣嘢。I don't know. Milk powder, powdered milk, whatever. OK， 有咩人覺得呢個得意？我唔想嘥大家時間，by the way。OK， 俾個心心我，因為我真係睇唔到你哋樣。即係你點？哇，仲有人遲咗成半個鐘喎。OK， 好啦。呢個就係我想講啦，全部嘢都係 out of 100嘅，見唔見到啊 ？OK， 你會見到 AI 個 search term 去到11月25號向上繼續升，呢個咪趨勢咯。你會見到鞋一路都係浮沉喺25，你會見到 milk powder 好低，但係代唔代表 milk powder 冇得做啊？唔代表，不過你 AI 太勁啫嘛。你 AI 都唔係一件產品，可能係 pet toy， 得唔得 ？OK， 你見到 pet toy 其實原來都好細嘅啫，你見到賣鞋咧都比佢勁啦。OK， 賣鞋開始跌啦。咁如果我想睇到 milk powder 同 pet toy 嘅分別係咩咧？咁我將鞋攞走 ，remove。正常嚟講咧，嗱，咁你就越 zoom 越細啦，都係100嘅比例，見唔見到100嘅比例 ？OK， 即係話你如果唔識喺度 zoom in 咧，你會覺得哇完全唔 work。我呢個都係75㗎，即係話。Milk powder 比起 pet toy 勁好多啦，所以如果你無啦啦去揀做 pet 咧，得唔得咧？唔係唔得嘅，但係你哋要繼續做呢個 research。你亦都見到市場嘅定位啦 ，Australia、UK、Canada、New Zealand，right？ These are the regions that is selling the best。你睇埋 pet 乜嘢嘢賣得好 ？Cathy， 你應該有個 mute 掣，你可以試下撳下嘅，得唔得 ？OK， 呢度有冇問題先？冇問題，我就 exit。Google Trends 因為我覺得好簡單，可能你覺得好複雜。你得閒你可以撳喺呢度啦，你哋自己玩下啦，擺啲時間去玩下。我唔想淨係得1步、2步、3步啊。如果你哋真係想咁樣都冇問題嘅，但係有少少調適。我想俾你哋自己去試下，去玩下，咁先有多啲得着噶嘛。OK， 如果唔係我就教你撳呢兩個掣，你都唔知呢兩個掣發生緊咩事嘅。咁其實你學嘅咪少咗。OK， 咁你學嘅嘢少咗，到時你盤生意就唔穩陣嘅。即係難聽啲講，我做任何嘢都洗廁所先嘅。即係你唔知個缸點洗，咁咪塞咯。你唔知個缸點洗，咁你咪到時又唔識咯。咁你就識，我自己識教你其中一樣嘢，咁你即係記得嗰樣嘢，咁咪死啦。OK，that's my philosophy。咁繼續啦。個 Google Trends 教咗啦。OK，Amazon 啦。Amazon 嘅競爭水平啦，即係呢個係 search terms 嚟嘅，好簡單，唔使教大家啦，係咪？大家有買過嘢就知啦。我打翻同一件事，譬如頭先 pet toy 又好 ，whatever 又好 ，OK， 咁我就可以睇到個 search 係咪有800K 嘅 result 啦，結果即係 result 啦。OK， 中啦、低啦，咁你可以見到大概有幾高，有幾低嘅，得唔得？呢度寫咗出嚟㗎啦。其實好老實咧，呢個都會變嘅。
點解會變咧？因為呢個市場會變啦，所以冇話乜嘢高乜嘢低嘅。OK，但係大致上你可以用呢個為之高中低啦。再嚟啦，孖展盈利啦，咁你點樣去做啊？你咪自己可以睇下市場賣緊幾多錢，淘寶賣緊幾多錢咯。你話啊 Frank， 我唔想用淘寶，我唔緊要，你用咗淘寶隔咗呢度先，唔好咁快跳咗去啲好複雜嘅系統裡面，跟住自己捲到自己都唔知做啲乜。OK，咁所以咧，你就可以用咗呢一度行先啦。OK， 即係話你可以睇一睇你個 margin 計一計，哦，成本呢件事幾多錢咧，賣幾多錢咧？得唔得？咁你哋自己可以睇啦。例如我求其上網啦，打 pad toy 啦，撳 shopping 都得噶啦。咁咪見到咯，118蚊，哇！上淘寶都知唔使咁多錢啦，186蚊賣得打得廣告嘅就已經係揾緊錢啦。160蚊呢隻咁嘅公仔，即係唔使我上淘寶啦，你哋自己上淘寶啦，係咪先？呢啲可能5蚊嘅嘢嚟嘅，咁已經揾到你嘅空間嘅，就好簡單，得唔得？咁但係呢度我又翻嚟喎，又唔記得咗呢度咯。玩具俾邊個先？記住，玩具俾5磅以下嘅狗，俾5至10磅嘅狗，11磅以上嘅狗係咪好唔同啊？可唔可以淨係俾比熊嘅玩具啊？有冇了解到？跟住可以深入了解下啊？咁比熊有啲咩特徵咧？Poodle 有咩特徵咧？咁佢哋嘅玩具有啲咩需求咧？市場有啲乜嘢缺緊嘅需求去揾咧？呢度好重要啦。然後呢個頭先就係講緊啦，個人熱情啦。如果你都唔養狗嘅，你頭先我講嘅一定唔會明；或者你養緊貓嘅，我頭先講嘅你都唔會明。OK，我有個朋友因為真係好中意貓，佢一件玩具做咗100萬美金100萬港紙，10萬蚊美金一個月。OK。咁總分點計咧？咁咯，其實講真，你咪靠直覺。你填完你有個概念噶啦。你真係唔識填嘅唔緊要，你填完你再同我開個 call，我俾埋個答案你。但係我想你填咗呢度先，因為呢個係你自己嘅 research development，得唔得 ？OK，呢度仲有15分鐘，我盡量 go through 埋。有問題就問啦。OK， 多謝。OK， 有用嘅我就繼續做，冇用嘅我就唔做噶啦。Q&A， 如果你哋覺得有用，你就可以支持下啦。OK， 我唔知，因為對你嚟講，我唔知有冇用，真係唔知有冇用。好啦，跟住就 Keyword Search Planner， 我覺得呢個 optional 啦，因為呢個其實真係要行到 Google Ads 先至做嘅。咁點解我唔建議咧？亦都 optional 咧，或者就褪咗前面，而家褪翻喺後面啦。就係睇下你哋嘅產品適唔適合行 Google Ads。如果唔適合行 Google Ads 咧，或者呢一樣嘢唔適合 Google 先，可能適合 Facebook 多啲咧，咁我就唔建議啦。因為其實咧，你喺 Google Trends 度已經大概做咗，呢個只不過係同你講幾多錢貴唔貴嘅啫。好，去到呢度冇問題。如果唔係，我就去產品評估表啦。for 頭先啱啱入咗嚟嘅學生，或者頭先 Cathy， 我好快答一答你嘅問題。有啲人問我有唔同嘅平台，第一，你本身有用緊嘅平台，你咪行咯。你再揾一個 one-on-one， 因為有啲人已經有產品啊，又有成。如果你乜嘢都冇嘅，我建議 Shopify， 除非你淨係想做香港市場。Shopline 有 PayMe 有 FPS， 以此類推。Shopify 係以我知冇嘅，但係如果你啲客戶連信用卡都唔俾嘅時候，淨係用 FPS 同 PayMe 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唔建議。因為呢班客都唔係你想要嘅客，亦都唔 scale 大，下下都 FPS 你都度唔大嘅條數，所以喺我嘅角度咧，我會跟 Shopify 嘅。第二 Shopify 上市支持嘅 support 好唔同 ，Shopline 我冇任何教育俾你哋嘅 ，OK？ 或者你哋咩 WordPress 啊 ，Kitty 我冇任何 content 俾你哋嘅。雖然我識，但係我唔會所有平台都派一次，太多啦，得唔得？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我哋表格裡面有呢啲模板啦。啱啱 show 咗大家點樣用呢啲Google Trends 啦。OK， 咁我跳翻落去啦。我頭先冇啱啱入嚟嘅學生或者 friends，I call you guys friends。OK， 產品名好啦，你揀咗市場，你先好揀產品，唔好調翻嚟。Shopify 好用係好用嘅 Shopify， 我覺得撳2個掣都得嘅。OK， 可能下轉 show 俾你睇啦。But anyways，好啦。去到呢度啦，動物保濕劑分配器，因為我好多用英文去 translate， 唔好介意。你會見到啦，除咗動物保濕，我仲要保濕嘅分配器 ，OK？ 好似呢度回收桶型嘅牛仔褲，你會見到唔係牛仔褲咁簡單 ，OK？ 亦都唔係好簡單嘅太陽能充電。我係講到明嗰件產品係點樣樣，好細
嘅，即係好 niche 嘅，即係你會覺得哇好難做，其實唔係啊。你諗一諗 iPhone 佢都有分 iPhone 乜啊，我都唔記得有啲咩，可能 iPhone Air、iPhone Air 啦，跟住有部平啲 iPhone 普通 iPhone 啦，跟住 iPhone Pro 啦，跟住 iPhone Max 啦，同一部嘢有4個唔同嘅市場，你要記住佢每件產品係一個市場嚟嘅，你哋唔好忘記，得唔得？OK，所以呢個好重要。咁啊，所以記住咧，就係每一個市場咧，佢都係一件產品去開發嘅，唔好諗住一件產品打晒咁多個市場。OK，好啦，跟住啦就係供應商啦，譬如 AliExpress 啦，咁我咧就唔建議你哋咁快去決定話死啦 AliExpress 好多一大抽嘅問題，唔使諗咁多嘅。填咗呢樣嘢同我傾，我可能俾到一啲供應商你。點解我唔抌個 list 出嚟住咧？因為我想你哋慢慢去決定咗呢樣嘢，再 one on one，跟住我同你講，你呢件產品適合乜嘢供應商。因為你就算 pet food 1000蚊嘅 pet food versus 你500蚊嘅 pet food、50蚊嘅 pet food 都好唔同，得唔得 ？OK，咁所以啦，呢度好重要啦。OK，好啦，再嚟啦，就係你估計自己嘅成本啦。去揾個成本嘅啫，你會見到我用呢啲平台係揾成本，揾咗成本你先知你想 mark up 幾多 therefore 你有個 margin， 估計到你大概嘅 margin 啦。好啦，去到嚟啦 Amazon 啦，ABSR 係咩咧？就係 Amazon 嘅 best seller ranking， 其實好簡單，就係 best seller ranking 喺每一個平台，無論係 Hong Kong Tmall、Kita、淘寶 whatever、Carousel， 我哋一定要 rank by best seller， 即係賣得最好嘅產品係啲乜 ？OK， 咁我哋去 rank 嘅啫 ，best seller 嘅意思，你哋上 Amazon 打 best seller 或者don't know 中文係乜啦，咁呢個就已經可以睇到晒所有賣得最好嘅產品嘅供應商嘅排名排列，得唔得？好啦，再嚟啦，就喺 TikTok， 如果 TikTok 做唔到咧，咪用 Instagram 咯，冇問題嘅，即係你如果懶得用 VPN，咪用 YouTube 咯，即係我嘅意思，即係話你用一個爆發能力高嘅平台 ，OK， 可以做到嘅就係可以睇翻每一個平台嘅流量，關於呢一段嘅時間，即係譬如話呢件產品，而家呢個時間，即係可能11月25，我擺上去揾嘅時候咧，有幾多嘅流量你可以去睇嘅，得唔得 ？OK，跟住流量如果唔識睇，其實右下角有得睇嘅，我睇下可唔可以，有冇人唔識睇流量先？我見冇人問啊，我哋屎忽痕咋。冇嘛 ？OK，咁我唔 show 啦。好，跟住啦，就係運輸時間啦。大概幾多日咧？有幾重型咧？同有幾輕咧？嗱，如果有聽過我啲 video 咧，我就唔建議大家做重型先嘅。雖然有啲學生咧，啱啱我個學生喺美國咧，一日裡面做咗100萬港紙。OK，一日裡面做100萬港紙。咁佢係賣重型啲嘅，佢係賣一啲普拉提嘅凳嘅，但我唔建議佢都係19歲嘅啫。但我唔建議大家去咁快做啲咁重型嘅嘢啦，得唔得 ？OK，好啦，所以我建議做輕型，因為輕型第一個 margin 應該高啦，第二你 shipping 簡單啦，人哋10幾歲已經要一個個貨櫃去寄啦，咁我覺得係要擺好多時間心機先搞得到貨櫃嘅，否則咧我會建議輕型啦同埋中型嘅。即係唔好重過1kg，maximum 2kg 好啦，都好重噶啦。你要自己諗下，你上次喺淘寶買嘢幾多時候係重過1kg 或者2kg？多數太重咧都係電器啊或者什麼噶啦，得唔得？好啦，仲有潛力啦。呢件事嘅潛力係幾多 ？Exploding 嘅潛力。咁點樣揾啊？你可以上去頭先講嘅平台啦。OK，亦都可以頭先講緊嘅 Google Trends，其實都可以大概見到噶啦。咁你就評翻個總分，你跟住就會見到優先啦。其實呢啲數字咧唔使跟得好死嘅，唔係好似讀學校咁樣啊，咁樣50分就等於個 C， 唔一定嘅。你打完出嚟，你會自己有感覺，同埋唔一定要跟死晒我做嘅。但係我俾咗你做咩咧？第一，產品名稱我想講下有幾細節。第二，你唔使擔心邊個平台，我俾咗個 example， 你就不需要一定一個平台去揀產品。第三，你可以有唔同嘅平台去揾成本嘅。得唔得？呢個成本唔係你 end up 嘅成本，唔係你真係要做嘅成本，但係你計數嘅時候嘅成本。如果你計都計唔到數咧，你唔使繼續去揾啦，啱唔啱先？然後你 mark up，你要知道你大概想賣幾多錢。嗱，扣廣告費啦，扣運輸啦，你真正嘅 margin 係幾多？唔識計嘅你可以再問我又好啦，或者我睇8條片啦。但係呢個 margin 就都好易計嘅啫，啱唔啱？
咁啊，其實條片裏面都有教你大概要乘幾多啦，起碼乘5至乘7嘅喺我角度。OK，除非你張單價特別大啦，如果唔係你就可以乘2乘3啦，但我都唔太建議。咁之後就去翻唔同平台啦 ，Amazon 又好啦，呢度打啦，Hong Kong TV Mall 都係啦，其實冇乜所謂嘅，你哋可以用乜嘢平台都得嘅，得唔得？跟住就去揾翻競爭對手啦。OK，咁所以我 summarize 一下 so far 嘅問題啦。第一，其實咧我哋有一個步驟指南。Day one 一個星期做乜？第一日做乜？用幾多個鐘做？4至6個鐘，4個鐘，3、4個鐘。唔好同我講我冇俾個指示你啊，有嘅。OK，最多你係想要多啲指示嘅啫。但係全部 step 1、2、3出晒嚟，去到你 week 6都有噶啦。跟住呢個表格行咗第一步先。OK，行咗第一步先。第一步係咩啊？揀咗產品，揀咗市場。咁再俾咗2個表格嚟，點樣去做咧？呢度有得講啦，頭先都講完啦。跟住再睇完，咁我就話啦，跟住呢個表格做啦，得唔得？